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有帶大家嚟到西半山參觀單位尋寶。咁今日咧就參觀一個咧3房嘅單位咧，淨係咧需要2成嘅首期咧就可以上車。而家同樣咧呢個單位咧有兩面採光，仲兩面咧嘅景觀咧都係非常開揚。咁入到單位咧，喺玄關位咧側邊就首先有個梗廚嘅設計啦。我哋首先睇咗個廚房先。咁如果係700幾尺嚟講咧，佢呢個廚房咧個空間咧都算係非常寬闊，個長度咧好夠。咁咧呢度咧可以見到咧工作台面都係非常多，同埋你見到咧業主咧自己做咗啲簡單嘅裝修。落到嚟客飯廳啦，咁呢度成個客飯廳咧係一個日字型嘅設計，咁咧擺放家私啊或者分隔開咧，客飯廳咧就非常容易。首先我哋嚟到飯廳呢一邊啦，咁呢度咧飯廳同客廳咧兩邊都有對流窗，兩面採光啦，咁所以成間屋咧個單位都好光猛。呢個望出咧就可以望到一個西半山同埋遠處嘅綠色景觀。再嚟到客廳呢邊啦，可以見到咧成個單位個間隔上都係比較方正嘅。咁如果梳化位咧擺喺度啦，坐喺度咧，望出咧就可以望到一個遠處好開揚嘅一個維港嘅景觀。成個單位703尺，本身係一個3房1套嘅設計，3面單邊，但係業主咧就改咗2房。首先我哋參觀咧其中一個睡房啦，咁每間房咧都有一個窗台位置啦，多咗地方咧可以擺放一啲私人物品啦，同埋咧間隔上咧每間房都係好四正嘅。再入到嚟主人房啦，咁主人房呢邊咧就本身係兩個睡房，就係一個主人房加一個睡房，就業主咧將佢打通咗，做一個大嘅主人房。咁我見到呢邊咧，其實可以做一個書房啊，或者另外一個closet 嘅位置。咁呢度咧望出咧，同樣咧係望到一個遠處嘅維港景觀啦。咁其實前面都有個新樓咧，就係我哋西半山咧上年賣嘅 MVP。望到佢頂層嘅單位咧，其實咧對上嗰2層咧都係賣咗2.66億嘅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呢個單位身處呢度位置咧，同佢嘅景觀咧，其實都係同一個方向。再入到嚟咧，另外呢個主人房個睡眠區啦，可以見到咧，如果嗰邊咧打通咗做一個書房，咁呢度咧就只需放一個大床，將啲櫃擺晒側邊。咁呢度咧同樣主人房咧都有一個兩面嘅對流窗啦，增加呢個通風，同埋咧可以見到咧，而家喺下午嘅時間咧，成間屋咧都係相當光猛。如果有興趣睇樓或者攞多啲資料嘅朋友，歡迎聯絡片中嘅電話。如果睇完片嘅朋友咧，希望多多支持，可以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。